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能够邀请到左倾公博仁波切。仁波切您好。你好，大家好。仁波切好。你好。静之师姐好。师姐好。仁波切，现在这个时代的资讯非常的发达哦，那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这个藏传佛教。但是，是不是可以请仁波切大致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藏传佛教的您的传承呢和寺院？好，本身在藏传佛教来讲的话，那它是印度的那兰陀寺佛学院的传承。那么这个来说到就是藏传佛教当初是在藏地的国王法王智松德赞的时代呢，就是有了藏传佛教的真正的在这个出家中还有真正的佛法。那么更早的时候就松赞干布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寺庙跟这些三宝所依的方面。但是真正的有佛法跟真正的有出家中的这个部分来说到，那就法王智松德赞的时代。那么在印度的那兰陀寺佛学院的大教授堪布大班智达金明大师就大堪布波德萨多，他引请到西藏，他就传了所有的在显宗方面的所有的法。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国王智松德赞又引请莲花生大师到西藏。莲花生大师同样也是那兰陀寺佛学院的大堪布，又是大班智达，又是大圆满的大成就者，所以就是引起到西藏，他传的法都是密宗方面的法，所以藏传佛教基本上来说到，就是它是显密圆融的九乘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派。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的缘故是什么呢？在印度的佛法传到中国，传到西藏，传到相当就是其他的，像比如说西日南卡也好，马尔玛也好，还有泰国缅甸也好，这些都是从印度传过去的，但是传的法方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么传到很多的地方，像比如说南传佛教，那都是完全是小乘方面的。那么传到中国的就是大乘方面的，那么传到西藏的就是小乘、大乘、密乘，就九乘圆融的教派。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就国王智松德赞他本身就是说，他要的就是怎么说呢？三传圆融的一个法。那么三传圆融的一个法，但这个来说到就是藏传佛教的修行的方法呢，就是又分成内外密这三种的修持的方法。内外密这三种的修持的方法来说到，就外修是小乘的戒的方面，然后内修呢就是大乘的菩提心。那么在密修呢，就是密宗的最高的密法的方面，以这样的就九乘圆融的，这就是相当就是在大致上，因为就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没有办法解释很完整的，但是有大致上解释的话，藏传佛教的来源跟藏传佛教的缘由是以这样来的然后另外呢，就是相当你刚刚问说我自己的传承方面，是的。那么我自己的传承方面来说到，那就主要就是在藏传佛教有共同的传承，而且加上呢，就是尼玛派有共同的传承。那么我们就是藏传佛教当中有四大教派，四大教派呢就是尼玛噶举、萨迦、给鲁有这样的一个四个大的教派。
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说的，也是有再分更细的话，相当就是噶举派的话，都是有4大8派，有很多的教派，那就是萨迦也是一样，然后格鲁的也是一样，就是相当就是在4大教派当中，就是有分别出去的很多的教派，细的方面来，但是大致上来说的话，就是4大教派。那么4大教派当中来说的话，就是尼玛派是当初在莲花生大师。把莲花生大师跟那个金明大师带进藏地的佛法，就是尼玛派的。那么以这样的尼玛派的话，也是同样的，就是有显宗的方面跟密宗的方面。那么就是三传圆融的，就相当小乘、大乘、密乘这3传圆融的一个完整的方法。那么在另外呢，就是在格鲁派也好，萨迦派也好，噶举派也好，都是每一个都是有不同的一个传承而已。其实实际上来说呢，都是藏传佛教，都是它的根本是在哪里？根本是在印度的那兰陀什佛学院里面而来的。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从印度带进佛法到西藏的有不同的上师跟不同的班智达、不同的实践，就是变成相当就是尼玛派、萨迦派、格鲁派、噶举派这样的一些区别而已。实际上来说的都是那兰陀什的佛学院当中的一些大的班智达的传承。那在我们尼玛的传承来说的话，那相当就是尼玛有共同的传承，那就是尼玛共同的传承都是同样的，但是也有就是不共同的传承，相当就是尼玛派的当中就是有6大传承的母师。6大传承的母师来说的话，就西藏的那个西部，就拉萨的附近呢，就是有门卓楞寺，然后多杰昭寺，还有巴尔寺，有这三座寺庙呢，就是相当就是过去在西藏的西部的最主要的尼玛派的传承来源的3大寺庙。那么在康区有3个寺庙，就是相当就是噶托派、白玉派、左钦派，就这3个寺庙呢，就是有在康区的最主要的尼玛的传承来源的3大寺庙。那么这个3个寺庙来说到，就在康区的话，就最大的尼玛的母师。所以这几个呢，就是叫做尼玛派的6大母师。那么尼玛派6大母师之内，其中呢，就是在左钦寺就尼玛共同的传承以外，到了呢就是左钦，就是有左钦不共同的传承。所以相当就是传承的区别来说到，就是哪一个根本上是传到自己这个方面来说的，一个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就是传承的上是不同，所以就是叫做传承不同。那所以我的传承来说到，就是左钦的传承。另外相当就是我的寺庙来说到，就是左钦寺那就是过去在第5世达赖喇嘛的时代，在西藏的西部有一个修持大圆满的一个非常有成就的高僧，叫做贝玛仁真上师。贝玛仁真上师过去有很多的高僧大德认定为他是过去的宝积佛的化身。那在印度呢，就是有很多的80个大成就者当中的，那就相当就是大成就者各个人他的化身，这样是灵通。然后在第5世达赖喇嘛的时代呢，他是整个的藏区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特殊的大圆满成就的一个上师，所以就是到最后他就修持大圆满成就了以后，人人都称他为大圆满上师，就是喇嘛走千巴，喇嘛就是上师，走千巴就是大圆满，修持大圆满智。所以就是他本身的人的名字都已经所有的人都不会用他自己本身的名字，都是用他的成就就是变成自然的名字，所以叫做左钦巴。后来呢，就是第5世达赖喇嘛特派他去康区弘扬大圆满的法。那个时候他带了
他的大弟子三大弟子是第一个就是尼玛昭巴大佛上师，第二个呢就是佐钦邦洛仁波切，第三个就是写心ram江仁波切。那么他们三个呢就是在贝玛认真上师的三大弟子。那么他们师徒四位呢，就是从拉萨走路走到左钦寺，现在的左钦寺的地方，从拉萨到现在的左钦寺的距离来说的，就是大概就是1000里左右的这样的距离。但是那个时候贝玛仁真上师已经是65岁的高龄，但是他背着行囊3个弟子一起走路到左钦寺。到了现在的左钦寺那个地方呢，就是当初呢那个名字叫做日当。到了日当那个地方呢，就是他就在这边他的那个缘起跟因缘都已经在成熟了，所以在那边建立了左钦寺。建立了左钦寺的时候，那就是当时的那个德格的都市他就作为左钦法王的主要的护法，所以建立了左钦寺。那么建立了左钦寺以后呢，就是在左钦寺里面就是出现了很多修持大圆满法的很多的高僧，所以这个寺庙的名字就是自然就是成为了左钦寺。就是当初就是左钦法王建立的这个寺庙，就是变成了左钦寺。那么后来就是在整个的地方的名字都是成为了左钦。所谓的左钦呢，就是大圆满的意思，所以就左钦是藏文，翻译成汉文的话就是大圆满。所以到现在就是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自从开始左钦寺到现在，已经是从他的主要是以3大弟子为主，而且还有其他的如新兴班的很多的弟子，那么就分散各个地方那个怎么说呢，传承的一些分寺，那就现在有300多座分寺，那就是左钦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的寺庙就是左钦寺。谢谢仁波切。对句的上师诸世纪，纵一刹那一不生邪见，所作皆光为善而恭敬，誓愿上师加持入我心。莫视为一护助左钦法，内心清净祈祷左钦法，无有其他一护左钦法，赐予慈悲甘露左钦法。